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aisy。今天带您看的这个是沙田九渡山上的九龙山了。今天介绍一个954尺，总共是3房1套，再加工人套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的高层东南朝向的单位。九龙山这里的单位真的每个景观都不同。这个今天下着雨啊，哇，你看前面烟雨朦胧，前面是城门河，后面就背靠山了，九渡山的这个景观和这个风水应该是非常的不錯。如果你有興趣，馬上約 Daisy 一起來看吧。大門口入嚟，客廳呈長方形，左右兩邊開直。咁啊，飯廳位就連住廚房儲物空間嘅門啦。咁呢個哇，飯廳非常之唔錯，可以擺到張8至10人餐台都足夠嘅。頂翻過嚟睇下呢個客廳位啊，左右兩邊嘅間距啊，起碼有成4米咁闊，前面落地玻璃窗，望出嚟呢個景觀就非常之靚啊！東南朝向啊，哇！前面城門河景啊，望望先，哇，正到舒服啊！空氣非常之好，負離子足夠到，後邊呢個綠油油嘅就係九肚山啦。樓底高度亦都足夠好啊，非常之舒服。走廊入嚟就係房間睡眠區，第一間睡房，成個單位都係原跡嘅裝修嘅。第二間睡房全部落地玻璃窗啊，廳房同景室浴缸有明窗，哇！所有嘅嘢啊都保留得幾好嘅，保養得幾好嘅。主人套房入嚟，咁呢度就可以擺大衣櫃啦，入邊仲有一個工作平台嘅。咁啊，3面落地嘅雙人大床，完全足夠位。嗱，我哋望望呢個景觀啦。九龍山係2016年入伙，發展商係信和地產。嗱，呢個主人房嘅浴室同樣係有明窗嘅。大門口入嚟呢度呢，就有個放鞋櫃啊，雜物真係啱啱好嘅。廚房就係女主人嘅至愛啦，咁啊咁闊嘅空間，仲有個雙門大雪櫃，係咪？廚房好企理㗎，樣樣都好新淨啊！嗱，你喺呢個儲物空間幾多有酒櫃啦、焗爐、洗衣機、明火爐嘅，咁啊所有嘢都新淨，個窗都夠大嘅。如果對呢度有興趣，即刻打我電話92070684，我係 Daisy。呢個工人房都非常之唔錯嘅，仲有埋洗手間。